第11届5星天然展开场了。礼拜展片除了台湾作品之外，还有当作美国的天然，内容当精彩，美青多样。本集20个主角是和西部有关客家5星的天然，世界台湾客家生活的土壤，老自家身边最真实的经验记录下来。以下我们共下来看呢条感动人的故事。生活哈，老细来係非常無窮樣嘅心結，心撇啊，今年哈2004年咧，第11屆嘅5星嘅展地圖哈，有特別有西部片呢係老客家5星有關嘅啊，按度好哈，啲西部片呢都係紀錄片啊，佢做嘅事情等於講係記錄到哈台灣哈。歷岸多年來真實嘅人生嘅經驗啦，像安嘅經驗等於講嚇，本來呢啲下人類重新看到講嚇，5星到底到台灣係乜嘅做係幾樣樣嘅角色，韓國咧，什麼尤其黑人啊嚇，黑人要到台灣嘅社會有乜嘅特色嚇，所以講點講啊嚇，黑人喺台灣弱勢啊，什麼就係你係估得台灣社會嘅弱勢啦，所以客家歡迎㗎，冇所講客家社會嚇，佢非常弱勢，佢到台灣嘅社會地度，佢所做嘅事情，親人到舞台當中，啊，真正人物男人為主，啊，甚至講嚇，翕天上過去都係男人為主嘅啦，啊，佢今年咧有機會好好嚟看，客家社會，佢有咩記錄個客家人。客家社會佢嘅什麼樣嘅經驗啊？像你大家用呢個機會嚟看，呢度有親老子嘅客人，有親暖嘅客人，有從頭親切嘅係乜嘢嘅客人，按呢個照片有非常特殊嘅表現，希望大家這個嚟欣賞下。重建是安尼啦，是今晚是鐵桶了後，到反轉年嘛哈，921了後反轉年嘅鐵桶太細時都差唔多3月左右嘛。no. 禮拜鐵桶了係掛住，其實睇特別好同睇大家睇討論嘅時間，如其實如提到講啊台灣嘅農業嘛嗬。不少路個困難嘛，哈。一對向東，一對向西，蘇西是大船。因為阮做囡仔算講生活足艱苦的，啊，就幾乎講無什麼人講囡仔耍的，啥物會使講幾乎都無。家呢個題目啊，以後要改的，人文的標題是殺港故事，也是下面拍叫誒寫殺港啊嘅故事。咁嗰個故事咧，殺港9年啦，他剃頭了後，李群人要咪重建嘅家咧，作者是顧小飛老加老公錢文彬，李陽沙都係呢度都啲殺港嘅殺期，有做過清朝嘅天秀嘅經驗，不過李陽沙都唔係當地人，即係佢哋嘅紀錄片係等於講啊，佢係就每年嘅國土來到呢位。長期去看地方，來地方互動，慢慢地得到一隻無窮嘅想法，有隻希望講嚇。殺港係用嚟為咗，看紀錄片最令人感動嘅係呢度一隻主角之一咧係冠博還有第一隻係盧思遠呢兩隻俾人非常感動男性哦，不過呢兩隻因為更感動。佢對入去建立個家庭，而就係嘅關部嘅家屋下嘅作片嚟到呢度表現到佢係莊下人來到特別讀書，去到呢度服務
搿卢思悦电影啊非常特殊，就是来到里头啊，慢慢的老地方探秀，最后尾不然就讲，哎呦，你们本地人可能人家个重建的工作，你们做得好啊。我最尾期到里头埋伏啊，经营到各上级啊，喺度建立家庭的一个目的。除了呢以外，呢度就青岛嘅石港嘅妈妈啊，佢表现出来係嘅動咗耐時咪長期嘅好多呢隻土地啊，因為奮鬥嘅故事，我想嚇喺呢部片呢非常感動人嘅，非常。其實主要加一部片呢，係你提講石港嘅故事啦，嗬，我哋所啲舊年以太鐵同以後嗬，石港受到生態影響，就伊個規個體力環境體力，也係講人嘅財產嘅生命嗬，全部都受到生態嘅打擊，咁所以我哋鋪嘢石港嘅故事嗬，就希望透過也4-5年來重建嘅過程，來表達地方人同外來嘅協助嘅人，用嚟來重建也家園嘅故事。其實按嚟講啦，拍攝我哋拍攝時間不長，就是只有1年半，1年半的時間。那1年半的跑嘅時間冇長，但是我哋地方上工作嘅時間夠長，咁所以我哋看到就我哋往往會問個記錄者跟被記錄者係一定時間的關係，但是就我哋拍攝家來講有一東西提拍攝前跟拍攝後其實是沒有差別的。我付出的一些努力也好，或者花的一些心血，其實不能受到基本的肯定或認同。那這個有時候或許會是感覺比較無力，或者是比較挫折的部分。其實那個家人對我的支持是很大的那拍攝不太算是一個很長的工作。其實我的工作更長的是在社區裡面的工作。社區工作佔據我的時間更長，那所以10幾年來我的家人其實是很支持我，甚至於來烏克蘭剛來要強用過喜歡投入社區的工作，像我爸爸我爸爸做喺地方上有做導覽的工作啦，過後去同人聊，也過後講特別的故事過會對於也係現下社會過到冇公平、冇正義嘅所在，伊也會提出來。咁所以像我來講我想講伊咧過幸運啦過幸福，就講我出生嘅家庭本來有這機會來接觸社區，講我有卡嘅家人也強用強下投入安尼社區嘅工作。談到說村長那個部分其實那個村長那個部分倒不是拍攝所面對的問題，而是村長那個部分是重建所面對的問題。那我們拍攝其實是過程是很順利的，那這種順利是來自於我們長期跟地方有所互動，那地方的鄉親信任我們，那我們也很坦白很坦率的跟地方溝通我們要做些什麼，那讓地方的人的聲音可以都得透過鏡頭講出來，那個是他們所想要的，那我們只不過是把這個過程給串聯起來，然後用我們熟悉的工具，就是用影像來把它呈現出來。我想我們拍片是順利的原因在這邊。那至於挫折跟衝突，那個東西是我們重建所面對的問題，倒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啊。那不只是村長對我們重建有那種過程有所阻撓，那有所衝突，那不止這個部分，那來自於還有相當多的部分是。本來青春腰的，伊咧感覺就是講沙港也提起的人咱們溫和，那很有人情味，各位他們的非常友善。就也對待你跟
跟对待家里人是一样的。然后那他们非常的热情，就是3餐都会找我们去吃饭，好，然后呢晚上喝茶泡茶聊天，甚至喝他们自己酿的酒，面包果酒这样子。那这个印象一直是存在我们的记忆。那所以拍摄的过程当中同样的这些朋友们也是以最热情的方式来接待我们。那我们也把他们当作是我们自己的长辈看待。所以感觉到也给高场底度人跟人之间互动是最重要的一个最影响我们最深的一个过程，一个感觉。5年前，92日台鐵同吳丹槍王轉體當到活，每7隻讓向到當人嘅人生。你下睇下看到嘅相片，係陶然、顧秀輝和陳文彬用紀錄片記錄沙港人重建家人嘅故事。在過程就麻煩又痛苦，呢幅相片表現到人性嘅堅持。未記錄到當到人嘅故事。你訪問顧秀輝嘅過程度，沒有機會俾你知道翕片呢後背嘅當到嘅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這部片子裡面的幾位女性演有的是客家人有的不是客家人，是從外地嫁來客家莊的閩南人那我們都可以看到我們所講客家女性，其實在這支片子裡面，不管是本來是客家人也好也係講對外地嫁來客家莊的婦人家也好，這兩者同樣的都是在農村裡面從事勞動力最大的一個農村的工作。我們看到演提梨子園的工作情形，你看，因為婦人家自己會開那個貨車、小貨車，那個車子，農田的車子。那個東西，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它已經是超乎我們的想象。作為一個女性以不僅要在田裡勞動，家務事要顧那所以我們看到以整個生命是非常的解放的。那種解放是說他從勞動一直到那個透過我們所講的肢體的訓練的戲劇的過程用以底下講他們的這個生命不是只有停滯在一個階段，而是可以往前走的。那所以我們看到亞基的婦人家，我們會很感動，就講演呢一種那個從小到大到青少女都有夢想，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但是這個社會或者說這個客觀的環境不允許他們，所以他們就在田間過他們的日子。可以看到是這樣子，所以他們很認份認命那在911地震來之後，他們就有所改變。那在片子裡面講的是這個部分嘛。我很喜歡看電影，或者說很喜歡看紀錄片，很喜歡看影像的東西就是了那對於我們自己從事這個工作，那我對於我自己或者是我們這個團隊都有很大的期待，就是說為台灣留下一個好的一個見證，一個歷史的見證。那這個歷史的見證正是我們人民共同寫出來的一個過程，一個歷程。那所以接下來我們想記錄的東西很多，
那也包含着目前看到家这支片子虽然推出来，但是一定还有后续啊，所以基础呢是要记录现在的这个世纪人民怎么想、怎么生活，那我们怎么来诉说这个庶民的历史是我想是我们最希望去做的一件事了。那个摆摊的妈妈，苗栗人饲灰粉，可能叫你怎样比步的嘛？佢非常后生的一个作者，而且係讓是培訓班的一個學生呢部片呢，表現到家妹嘅故事家妹擺攤呢，家爸係啲下有啲像信仰去接受到關於嘅政府嘅補助去。點講做公共嘅事情兩個人呢按照永續就業呢可能贏佢基本上可是學到呢個照片之後，佢重新發現就講跟個媽媽其實認真看媽媽啦媽媽唔單像係媽媽天天佢係呢就做呢個社會一般人講唔會按照嘅行業按照擺攤啦不過因為佢記錄嘅媽媽擺攤啦就記錄到嘅擺攤嘅個順條嘅阿叔、阿姨、阿伯慢慢看到講，安尼人生擺攤呢唔單像係個擺攤呢，佢係一種人那個生活那個方式。像呢部片呢，其實等於講點到呢點當後生啦可能還有其他嘅進步嘅空間。因為像這啲講佢開始面對呢隻社會嘅大型嘅行業之後，可能未來會就行得太發展。從經濟無景氣之下，需要有個體制，有冇辦法專長來做工業。不要緊啦，阮查某囝有連課委會上班要做作業都講伊久做安尼來賣啦。滷鹹水那樣滷。從來唔跟老同學同好朋友提起，係味道最媽媽伊擺攤呢。除了強本營銷，要引領自家的自尊心，更加的看到我同媽媽共下做生意的情形。傳統五星為到家庭付出一切，將人變到叫做在甜心上大家睇看到的片呢，係突然起飛粉記錄家媽媽擺攤的生命嘅故事。家妹為到生活打拼，表面上看起來係再平凡不過嘞。不過，你到每個目珠都看到嘅無乜嘅笑容嘅阿妹嘅形象，是係最真實嘅人生。無跳過嘅笑容安樣嘅畫面可能行得都係表現到家媽媽嘅為到家庭付出嘅甜心。等下還有當到客家後生嘅作品感動你嘅心。吳文娟係個非常後生嘅一個作者，佢到你佢講佢本身係客家委員會佢委託在天使公司做一個客家讓新人才培訓，辦一個培訓出來學生呢，佢得到提名嘅作品。呢部片呢非常特殊，佢嘅主角係家婆，家婆係網絡平常當過嘅人，等於講人講嘅別腦講過以上中風啦安尼人啦佢就講安尼人冇可能變到天上地都一個主角，不過今日大家看得到是網絡嘅平常當過，
坐到拎了灯蛋糕啊，安尼。佢表现嘛嘅，表现到佢只家婆，佢因为一霎故事啊，佢讲喊家老公啊，你嘛咁样哦，再来我当上你哦啊，佢表现到佢等日来，唔差2分钟，唔讲9点钟，唔差2分钟啊，等家顺啊，希望佢个真来看嘅。等哈，迄只力量啦哈，可能係像呢部片嘅表現先係感覺到呢位。No way. 你要拍纪录片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工作，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被拍摄者去信任你，然后你可以去知道他内心的东西。你对一个陌生人来说，我拿一个镜头放在你前面，然后那种感觉就觉得对着的时候其实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家人的话，他其实会相信你，他即使在镜头前面不自然，可是其实还是可以拍。然后另外一方面，拍家人很危险，是因为那其实只是家里面的事，你拍出来干嘛？就其实不太需要去拍。其实在中国或是指台湾，就是东方传统思想来讲，会觉得死亡这种东西是一个禁忌，你不能去讲它。可是我觉得能够死掉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这部片就变成说，死亡就不是那么一个禁忌的东西，就不是那么一个悲情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生命有结束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会只是不停的衰老，然后而无法去死，就是终结自己的生命。解脱是一定会，就是当你身体到了一种程度，你根本连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你只能去依赖别人，然后你要去叫别人来照顾你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觉得，那我还不如早点死好。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用等老人，你只是一个瘫痪在床上的年轻人，你也会有想要死的念头。然后所以就变成这部片就是这个念头就是非常自然的东西，倒不是说就只有他会有这种念头，其实是每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只是你要怎么去度过。其实在片子的后面，奶奶是开心的，因为她有儿子的照顾，有媳妇的照顾，有孙女的，就是有我们晚辈的陪伴。然后其实对她来说，她其实是开心。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绝对的快乐或者绝对的痛苦，都只是相对的一个东西。就是她的等，她可能会觉得等死，其实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开始在等死嘛，然后也不需要特别去觉得死亡很可怕，只是在等待，他可能还有等待人的陪伴。然后可是其实在片子里面我陪着他等，因为就是去陪着他感受不是我这个年纪或是不是我这个人会去经历的感受。他可能他的感受有100分，可是到我身上我可能只感受到了10分。望见那个做飯，等嘛等你要去做飯半分鐘，按磨飯，按那就是，他是上班，28要做數，好喎，這個3年，唔放開。好喎，醫生哦，好喎，唔放開醫生啊！啊！拍阿婆是觉得，一方面拍他，然后一方面也陪着他吧，因为他中风是需要人，就是都给身边，然后陪着他，他就是同妹同的，然后好妹中的好，所以就是只能躺在床上，然后也只能翻身，也不能走路，然后就是都要人来照顾，然后那种感觉
就是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当妈妈的时候，你是去照顾人，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然后到后来你变成要被人家照顾，然后其实人都会需要借有就是利用价值，就是其实人都需要有利用价值，就是因为你有被人家需要，然后所以你会感觉你的存在。可是对于老人家来讲，其实老人家是不被这社会需要的。然后奶奶她就躺在床上，然后我会想，她其实一定会想起来走，可是她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她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那她在想什么？然后就是世界的脚步太快了，然后往往要到一个年纪，或是经历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想起有什么东西是缓慢。然后这个就是都会陪阿婆的时候，陪阿婆的时候，然后就是就是去感受到她的那种等待的感觉吧，然后就会觉得，其实你什么都不能动，感觉是静止的躺在床上，可是其实你的思绪是动态的，然后你就很难去界定。有些人他其实整天跑啊什么的，可是他其实脑筋里也没有在想什么，就你很难去界定。然后这部片其实很多人都只记得等待，可是它后面有3个点，就是等待点点点。对我来讲，等待是一种延续，然后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然后这部片并没有要直接告诉你说他就是在等什么，然后它就是一个过程去感受，就这样。如果你与其要说是客家女性的等待，你不如说其实是每一个女性都会有的等待。就是小时候就会等着要赶快长大，然后可能在等有男朋友啊，或是等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或什么，然后等到你到了30几岁的时候，你结婚了，然后有小孩，就会等，希望小孩赶快长大，然后等到你老了，小孩也长大了，这个时候你要等的是什么？然后奶奶阿婆就是这样，我会很好奇她在等什么。像很明显其实我是等着赶快长大，可能就是等着有一些去实现自己的一些生活周的事情。可是我妈妈就是等我们小孩长大，她可以赶快去享清福。可是阿婆呢，她在等什么？她就睡在床上，然后知道她在等什么，可是却又说不出她在等什么。她可能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等什么。然后这一部片，我觉得等待是一种很残忍的一种东西，就是当你在等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你有盼望的，所以你会去等一个东西。可是你每一个明天对自己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永远知道明天又要来，你就是无止境的等，在它还没有实现的那一天，然后每一个明天都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永远知道自己要坐在那边，就是那一种煎熬，就对，因为你得不到，你会被你的欲望，被你的等待所，就是困着。然后，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可是对于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的人，每一个明天都是活在刀口上的感觉。阿秋，他每次认识医生，妈，你吃饱吗？6点吃饭，白早上11点半应该吃饱。哎，你好，干嘛啊？这样啊，好吗？我责任呐，我不是嫌他啊，我嫌他啊。当阿婆在等人去照顾他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在等一个时间到了，他就要去照顾他。虽然感觉这部片子感觉上都是在讲那个阿婆的等待，可是如果你反向去看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片子还有其他人的等待，但是并不会直接去说，因为事实上这部片很多人看完以后会觉得又要去讲孝顺啊什么，其实孝顺是非常讨厌的2个字，
就是你把孝顺2个字压在人的肩膀上，就好像逼着你承认你要去做孝顺一样。然后像他们那个像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就是一方面要照顾下面的小孩，一方面又要去照顾老人。然后你去说他孝顺，他会觉得他无法承受这2个字。可是你也不能说他不孝顺，因为他更无法去承受那种不孝顺。然后我是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其实只是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但不要说孝顺，说孝顺太沉重。纪录片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反正就是导演兼灯光兼摄影兼场记，然后兼茶水小妹，然后什么都兼。然后那做完会有一个，还有剪接，就是做完会有一个，可能说是成就感，因为就是完全自己做。可是不然像其他像电视分工分得很细腻，你到最后会觉得好像是大家的作品，可是这个就觉得都是自己的东西。可是换句话说，因为都不专业，就是导演有导演的专业，摄影师有摄影师的专业。可是这一部片，就是怎么讲？可是好，就是尽量去把它做好了。那时候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只是想要玩，就是也不是想要玩，就是只是在调摄影机，然后再对光圈什么的。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自己拍到，就觉得好可怕。而且你有没有就是这一部片，它其实是拍了好多天，然后就是不同天，可是最后把它剪成1天，就是1天的开始跟另外1天的开始嘛。然后就是一个过程，就是其实拍1天，你可以想象他日后的每一天，或是他之前过的每一天啊。安尼老吴文娟大水库的过程度，伊讲到当初去制作电台呢部片的时嘅心情。对佢嚟讲，伊唔单像一部作品，没发觉自我嘅过程，更加系表现佢对乌克兰嘅感情。等下含住含得到感动人嘅心情故事。就是再回过头看那个作品，你知道，就是对一个人，对我自己来说，最大的害怕就是不敢看自己的东西。然后我还蛮高兴，就是这部片我其实可以一直看下去。就是在纪录片里面，如果你说谎了，然后你只要再看到那一个片段，然后你就会一直提醒着自己曾经就是用剪接在说谎。可是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就是问心无愧，就是我所做的东西，我可以一直看下去，不会有任何的罪恶感。当然技巧上来说，就是可以看到自己之前的不足，可是在内容上来说，其实会觉得，对啊，就是把自己了解的东西，然后整理以后说出来，然后那种感觉其实是还不错的。然后可能如果说要让我再拍片子，我可能不会再拍家人。其实我也不觉得自己会从事就是会继续拍下去。可是因为你有了第一个作品，就是觉得自己好空好空，然后就会想要做第二个作品，然后不是家人的东西，然后而且不是，就是可以再去做一些别的东西，然后可以去磨练自己吧。文娟。你个认为你爱做让上的创作，决心爱做纪录片工作，合格圆满。李白，你为到
五星的天上山的作品啊，大部分其实大家感通，可能是到其的真实性、跟密切性，因为礼拜的让片所记录到的，唔係天堂跌下來的故事，而係真實發生到唔會覺得生命度的經驗係個故事。可能日本人對紀錄片的希望冉冉不已，對熱門天上很熱切，但係紀錄片的真切性是係大部分人最直接的感同，因為紀錄片有機會讓生活度最平凡的一面，用鏡頭帶領觀眾的心，深深行入到非凡的精彩的內心的世界。立法站的係讓我經驗的五星的天上山，四部客家主題的照片，都係用紀錄片來表現來嘅。到理解20空世的客家生活情況，每部我看到紀錄片讓我寫到心裏頭的突然係嘅力量。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拍纪录片，有时候会很想知道真实是什么，可是后来发现世界好像没有绝对的真相、真实，它其实只有相对的。然后我的世界都没有对错，没有是非，当然不是灰的，就是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对跟错，或是好跟坏。可是耐心好像是一种诅咒一样，就是对我奶奶来说是一种诅咒，会觉得耐心是一种诅咒，好像就是你要有耐心去等着明天，然后去等那个等待，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有耐心。有时候会觉得有那种无言的呐喊吧，里面我觉得很想就是奶奶她平常一个人待在家里，没有人陪她，就是爸爸如果去上班的时候，然后她是一个人在家，然后那个你的旁边的声音都会放大 N 倍，就是时钟的声音，连风吹草动，可能连狗叫，你都可以听得非常清楚。就是当你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你其他的感官就会变得很敏锐。然后他在那过程中，他就是要等人回来，或是等人来作伴。然后那种耐心真的是一种煎熬，就像诅咒一样。你没有耐心也不行，所以我有时候陪他，就是我在旁边，然后也没有跟他讲话，就是陪着他，他其实就已经很开心。可是对我来讲，我会想要去体验他在等什么，所以在那当下，在陪他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快不行了，都很想尖叫，然后就问奶奶会不会想要尖叫，然后后来他就会说，叫有用吗？就其实你在那边大喊大叫，没有人的时候，那你的尖叫是有意义的吗？可是我觉得是有，因为是一种抒发，所以这部片有用一些他的呐喊，可是那种呐喊是。哦，会有他最后面一段，他那个轮椅这样，然后奶奶就会叫，他又跟着我叫，就拍出了那个东西来。你要去珍惜你身边的人，然后去感受你身边的每一个东西，不管它是痛苦也好，是快乐也好，就是去感受一个东西。然后这一部片就是让我去感受了奶奶的感受，然后再把她的感受拍出来。然后让大家看的时候也能经历一种你可能没有经历过的感受，或是其实你经历过，你已经忘了，就是忘了一些感觉了。然后这部片其实，其实在我拍完这一部片，其实一切都结束了。它当然还是在发生，可是这一部片就结束在看完的那一刹那。慢年，佢係蔡家琪嘅作品。蔡家琪係個唔好講下個行業啊。呢部片呢，呢度嚇，等於講佢都通常都
嘅客家rằng是培訓班制度嘅畢業制作嘅作品，佢會到去簽一家發現到講設計行業唔過過去因為生活環境也把到新埔曬到花蓮拖到嘅咩係火龍人兩公婆講嘅話係一種火龍話，所以佢從細佢用國語來想事情來回答嘅咩所以按呢過程，佢變咗你講我乜嘢人啊？所以我想呢隻題目嚇，我係乜人？我到底係行人，就係國語人，就係火龍人，就係乜嘢人？佢透過去到新竹就泰雅族嘅位所去在做調查訪問嘅機會，發現講係哦文化嘅創造，佢後面就透過嘅學字嘅學教嘅學字講，你也不下嘅講法嘅語言結構一成次，因為講廿尾老講好多你回答客話，因為會非常太出嘅，去到布農去到布農嘅見會嘅時陣，睇你布農嘅人去潛嘅見，睇你講，哎呦，即家見人衝咗，我想佢見過人咧，佢就我俾社會對佢嘅人咧嘅出見，慢慢嚟去潛到即家，我想喺潛嘅過程非常辛苦啦，點都你都該叫我想講咧。喺潛到非常太壓力，甚至係有提到我講我上課俾壓力唔敢上我課。我係想呢部片本人非常感動，所以講你展示咧就現代嘅客家人，尤其西人後生人，佢因為面對因為回歸嘅客家呢就文化地圖係就非常寫實嘅片。又是客家課，成版的，怎麼辦？客家話又來了，緊張。有點不想去上課。不想去上課？對啊，會聽不懂然後老師又問我聽不懂客家話舉手，又尷尬。晚點進教室。我那時候剛開的時候，我就很想離開了。沒辦法融入這個團體嗎？不是融不入，就是我覺得我不會講，然後當時的心情是怎麼樣？就我覺得好像因為造成班上的困擾，因為老師會因為我然後不講客家話。老師想要用國語講話，他們更不會講話，不爛人。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跟他們講說。我覺得我可能一個禮拜後就會離開這樣子。然後那時候剛上來的時候，我就覺得我不會母語，我覺得真的很痛苦。對，連聽我覺得都不大行。所以我會覺得母語就應該是客語，在我的觀念裡面。但是其實後來我接觸文化很廣之後，我會覺得只要你認同那個文化，我覺得就 OK。那所以有時候上課的時候，我聽到有些老師或同學會講說，會客語的才是客家人，我沒有辦法認同，對，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很有勇氣跨進來了。Samika ni makis kaniga tiwai atayan kompi ni kabak kemal ko ka wakai sining miso kani pratyas misilo hingi kemal kain ko cukuk juro kemal kain ko permukan ro ni ga huluda Indungan ko nga makita ko nga salta ani nga makita ko tantano ka kahata i kemal kain ko kay tananak kita ni zengi ko sembilan ko kis。期许哦，客家话学很好，我觉得这是可能一辈子的目標吧。可是我覺得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吧，然後可以快樂就好了。contact 呢個客家五線嘅天生之後我想到就非常特殊嘅想法。四個作者基本上都係有客家嘅關係有的係講阿爸阿妹，有的係漢人，有的唔係漢人啦嚇。不過冇說講自家係漢人，佢對客家呢本身都係乜嘅甚至佢講嚇，可能係咩唔知乜講到客家五線啊。雖然講選為就係客家五線嚇，不過佢係淺淺嘅行業嘅成法地度所以講呢個呢非常真實嘅呢客家人嘅成法
啊，不管去做摆摊啊，再去卖水梨，种水梨，再去讲其实不偏的咧哈，身体唔好咧哈，都看得到有一种非常强的生命力。啊，呢群人佢哈为到生存，为到自悟，为到大家本身嘅是呢只嘅人生的希望啊。所以讲，我想呢四部片呢，你都再看得到，你台湾的客家五星，佢哈不时都为种最强的个生命力来表现自家。我想你呢四部片呢，本来看到最大的感想啊。我希望讲睇自家哈，是按你给我时间去总统希然哈。来看到你的天上啊，咩访人咩抽睇自家啦，穷下去抽到朋友去度看，都係台灣客人嘅什麼客人嘅歡迎家，而冇辦法到舞台當過，見唔到天上那裏度，而作為嘅人生有乜嘢？接下来我们想记录的东西很多，那也包含着目前看到家这支片子虽然推出来，那但是一定还有后续啊。所以，基础呢是要记录现在的这个世纪人民怎么想、怎么生活，那怎么我们怎么来诉说这个庶民的历史是我想是我们最希望去做的一件事了。重建是安尼啦，是今晚是铁通了後，到反轉年嘛哈。921了後反轉年的鐵通太虛石頭差不多3年左右嘛。喏。禮拜鐵通了係掛住，對。见能上你来你当我经济无经济之下，是要去家太细，不忙把个专长来做工业。我定啊，我找我囝哦，联合委会啊，上班啊，要做作业啊，都搞业务啊。不管他是痛苦也好，是快乐也好，就是去感受一个东西。然后这一部片就是让我去感受了奶奶的感受，然后再把她的感受拍出来，然后让大家看的时候也能经历一种你可能没有经历过的感受。觉得母语就应该是客语，在我的观念里面。但是其实后来我接触文化很广之后，我会觉得只要你认同那个文化，我觉得就 OK。那所以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听到有些老师或同学会讲说，会客语的才是客家人，我没有办法认同，对，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有勇气跨进来了。